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0篇，以西结记34章25节到31节，马太福音12章46节到5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立约。昨天台湾总统大选登记刚刚截止，在这之前纷纷扰扰的过了几个月，其中呢几位候选人谈论合不合的问题一段时间，分分离离好几次。这当中呢所说的承诺，所签的同意书，过了一夜之后就可以完全不算数。牧师在想，如果这个是基督徒的话，那就很没有见证了。甚至在前天晚上，我们还有在看到直播当中，当场答应对手可以公开手机对话的内容，却又马上翻脸还悔，恶脸相向的一个情形。像这种没有诚信、不成熟的政治操作，让成熟的选民不禁莞尔。耶稣基督曾经对那一位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说道：上帝是个灵，我们应当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所说的、所应许的必然实现。也因此，圣经中的两约就代表了信实上帝的本质，以及上帝赐下应许的内容。上帝与人立约是圣经的基础，是基督信仰的根本。因为与人立约，成就了基督的信仰。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34章25节到31节这样传讲上帝的话语。他说：我要与他们立约，保证他们安全。我要除掉境内凶猛的野兽，使我的羊群能够安全的在牧场上吃草，在树林里歇息。我要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在我的圣山周围定居。我要在那里赐福给他们，按时降雨，果树会结果子，田园会出五谷，人人都将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。当我砍断我子民的锁链，从奴隶者手里释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列国不再洗劫他们，野兽不再吞吃他们，他们将安居乐业，不受任何人的恐吓。我要把肥沃土地赐给他们，他们境内不再有饥荒，列国不再侮辱他们，人人都会知道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与他们同在，他们是我的子民。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：你们是我的羊，是我草场上的羊群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我是你们的上帝。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根据先知的话来看，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平安，或者我们说是安全，没有安全。然后
无法在牧场上安心的吃草，也不能在树林里休息。然而上帝和以色列人再次的立约，不但保证他们安全，更应许要赐福给他们，使他们不再被恐吓、被侮辱，不再有饥荒，能够安居乐业。这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目的。上帝与人立约，施恩赐福给人，与人有了新的关系。这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使人因为与上帝的立约而有了新的关系，成了上帝的儿女。耶稣基督设立了一个主内兄弟姐妹的典范。有一次，当他在教训人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和兄弟来找他，耶稣基督却趁着这个机会来教导大家。他说，耶稣还在跟群众说话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和兄弟来了，他们在外面想要跟他说话。有人告诉耶稣，喂，你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，要跟你说话。耶稣回答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兄弟？于是他指着门徒说，你们看，这些人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兄弟。凡实行我天父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兄弟、姐妹和母亲。耶稣基督说得非常清楚，只要是实行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、姐妹和母亲了。这也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14节到17节当中所说的，凡是被上帝的灵引导的人，都是上帝的儿女，因为上帝所赐的灵不是要奴隶你们，使你们仍在恐惧中，而是要使你们有上帝儿女的名分。借着圣灵，我们向上帝呼叫，阿爸，我的父亲。上帝的灵和我们的灵一同证实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既然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就享有上帝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福泽，也要跟基督同享上帝为他所保留的。因为只要我们分担基督的苦难，我们也要分享他的荣耀。我们都在上帝的约下面成为了上帝的儿女，然后得以进入上帝的家中，领受儿女的福分。基督徒都应当要活出约的生命，在属灵的生活，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来见证主。诗篇100篇，普天下要向上主欢呼，要欢欢喜喜地敬拜他，要唱赞美诗歌，到他面前要知道上主是上帝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我们属于他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是他牧养的羊群。要以感谢进入他的圣殿，要以颂赞进入他的圣所，要感谢他，颂赞他。上主至善，他的慈爱永恒，他的信实万代长存。感谢上帝的
爱与怜悯，让我们可以跟你立约，建立新的关系，成为你的儿女。感谢上帝继续保守玉洁，除了让他透过医生处置的当恢复的顺利，也在上帝医治的恩典下活出神迹的生活。求主继续看顾保守医治他，让他快快的恢复。这个时候我们也要为教会的弟兄西成兄祷告。他在昨天早上接受脑部的手术，因为颅内有出血，现在已经在加护病房来休养恢复中。求主也同样的赐下你的保守跟医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